也为了要带咱民众去了解1930年代到2000年代这个台语的流行音乐的这个变化，桃园市政府呢邀请无共世代歌手来演唱台语的经典歌，也每一条歌呢拢代表一个时代记忆，嘛唱出每一代人对台语歌的情感。 音乐一出来，随带人回去1930年代，迄个纯情的年代。这首歌叫做《四季红》，是丁友贤所创作的歌曲。这届特别由鹿港的歌手谭随意来做演唱，谭随意也特别分享讲要安怎用鹿港腔来唱台语歌。占阮鹿港公站，你是站，我是线，站线永远念着我。 1960年代是台语电影开始流行的年代，当时文下专门替台语电影唱主题歌，伊也留落来1200条的台语歌曲。这届也特别邀请乐看手文香来做演出。 到1980年代，迄当阵台湾上届有名的歌手黄飞飞，伊伫节目顶悬拍破新闻局一天敢若会当唱2条台语歌的规定，开始互台语歌有机会伫电视顶面放送。我爱周末，那个时候非常红，我是无意中转到电视，看到哦，那我就帅气的一个唱歌的歌手啊。 那到2000年代，台湾人开始注重武器创作，像董事长集团、五月天等等的歌手，把原本悲情的台语歌变做快乐的形式。这届活动是桃园市政府所办的台语歌音乐会，希望带观众了解1930年代到2000年代台语音乐的发展，让大家感受台语歌的水气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桃园报道。